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各位現場我哋嘅參加者同埋團隊，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嚟到鮮浪潮電影節主辦嘅第18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嘅頒獎禮。我係 Kevin 林偉豪，今日好歡迎大家出席我哋嘅頒獎儀式。鮮浪潮喺過去咁多年嘅時間，一直以嚟都係致力推動本地電影同埋短片嘅創作同發展，亦都發掘同埋培養一班具有潛質嘅年輕電影創作人才。喺過程當中，透過提供拍攝資助、技術支援同埋放映平台，讓大家可以放映自己嘅作品，亦都為投身香港電影業而鋪路。今屆嘅短片節喺今個月6月14號已經正式開始，而開幕電影係哈薩克電影《饑餓方圓》，同場亦都獻映導演嘅短片《孤狼逆襲》。除此之外，喺我哋今次嘅短片節當中，共有8部本地競賽短片，同埋14部精選國際短片放映，讓各位影迷都能夠大飽眼福。至於喺本地競賽方面，所有參賽嘅短片都已經順利公映，而各位參賽導演同埋佢哋嘅製作團隊都有嚟到我哋嘅影後談活動，同我哋嘅觀眾交流㗎。喺現場亦都有我哋嘅參賽者同埋團隊成員喺度，不如先請大家俾掌聲佢哋好嗎？多謝你哋參加，多謝你哋帶嚟嘅好作品。好啦，至於喺我哋今次嘅活動過後啦，各位參賽者嚟到今日嘅活動，正係我哋嘅頒獎典禮，亦都係成個過程當中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時刻。整個得獎名單一陣間我哋就會正式公佈，亦都會請大家即場領獎。而喺呢一個時候，我哋頒發各個獎項之前，亦都先邀請鮮浪潮電影節主席杜琪峰先生為我哋講幾句説話，掌聲歡迎，早晨。啲好多謝大家今日嚟支持我哋鮮潮啊！咁喺呢度我講少少嘢就係有關於鮮浪潮咁多年咧，我諗由成立係大概係2005年到而家都20年。喺過去嗰20年裏邊咧，係好多謝曾經參與鮮浪潮裏邊嘅委員，一啲支持鮮浪潮嘅人，令到鮮浪潮能夠頂到而家20年。今年係第18屆。喺我記得好似係呢10年前啊，到幾多年前咧，我曾經喺個比賽嗰度講過咧，就話如果我仲喺香港咧，一定會支持鮮浪潮，直至到咧我做唔到為止。咁好幸運地咧，我哋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啦。當然，我哋今日仲可以舉辦呢個鮮浪潮嗰個競賽部分。無論如何，我今69，出年就70。如果我條命長啲，頂得到，希望頂到80。
咁我亦都希望下一代嘅小朋友就唔好氣餒。雖然我哋做咗好多嘢，但係我哋至少會令到今日嘅影壇上邊咧係出現咗好多新嘅小朋友係佢哋可以拍電影，佢哋可以做佢哋自己嘅作品，佢哋可以講佢哋自己嘅説話。呢個係先浪潮一直係希望出現嘅嘢，而家係出現咗嘅。我好希望即係無論呢個比賽究竟有8步、10步、20步、30步都好啦，我能夠做到我哋成個團隊啊，能夠做到嘅嘢係到最後嗰個能力可以支持嘅都支持落去。希望先浪潮能夠繼續發掘到香港新嘅有能力嘅電影工作者。咁喺呢度咧，首先我要好多謝嘅咧就係劉鑾雄先生嘅慈善基金一路支持我哋，亦都好多謝 ViuTV 咧。哇！你嗰個嘢成日窒下窒下，係咪唔想我講？咁咧就喂得啦，以前冇乜事。咁咧就呢個希望啦 ViuTV 雖然唔係好賺錢，但係都擠少少過嚟，只要有少少嗰個俾少少，呢個俾少少，我哋可以咧繼續。好啊，就算再講多少少就係話比賽唔算係乜嘢嘅，即係輸贏唔係好緊要。我諗呢個比賽只係俾咗一個小嘅平台俾大家咧，就係話我哋先浪潮當日成立嘅時候最重要原創最重要，冇抄。我一路都係咁講，只有你先可以做出新嘅電影出嚟，只有你先可以做到你自己嘅理想嘅。盡量發掘自己嘅天分，做多啲睇多啲，不停去做，不停去睇。呢個我經驗係咁啦，我由唔識開始拍戲開始咧，73、74年開始入行嘅時候，係我個路途係咁走出嚟嘅。希望大家都領會一下啦嚇。咁除咗呢樣之後咧，我會即係咁講啦。出年一定有先浪潮呢個競賽部分嘅，即係我哋一樣去支持佢。大家個量咧，個量不少於8部㗎啦，一定。未來都希望維持喺8部中。如果我嗰年揾得多錢，多啲人幫下手嘅話咧，可能會10部。嗰個我哋唔能夠講得咁實，但係我希望8部係唔會少嘅。咁呢個咧就係等我哋啲同事會公佈幾時開始可以俾大家申請啊，或者係幾時先係做嗰個節咧？嗰個我啲記性好曳啊，年紀大咗。咁等你哋講係實際啲，唔係我講錯咗，大家誤會咗嚇。咁陣間等我哋嗰位同事會俾啲消息大家。好多謝大家，多謝。Thank you， 多謝賭 Sir， 請賭 Sir 就座，亦都多謝賭 Sir 嘅鼓勵。喺今屆先浪潮國際短片節當中，本地競賽部分總共有8個參賽嘅短片，題材同埋類型都有所不同。而今次嘅所有參賽作品都係由我哋3位總評審成員去選出得獎名單。喺呢度為各位介紹，當中嘅成員包括電影美術指導及導演張蚊女士、導演徐黛玲女士、導演李子俊先生。3位總評審喺咁多份作品當中，為我哋揀咗幾個獎項嘅得主。獎項方面包括有最佳攝影、最佳編劇、最佳導演同埋最高榮譽嘅先浪潮大獎。咁所有參賽者應該都好想快啲知道結果㗎啦，所以我哋馬上開始頒獎儀式。不過就唔係頒呢4個獎先嘅。嗱，頒呢4個獎之前呢，我哋會先頒一個叫做最受觀眾歡迎獎㗎。呢個獎項係點樣投選出嚟嘅呢？其實係由所有出席咗本地競賽部分放映場次嘅觀眾，大家以1人1票嘅方式喺網上投票，再經過我哋辦事處嘅同事查核同埋點算之後得出結果。喺呢度，我哋先邀請先浪潮副主席舒琪先生為我哋頒發獎項，入境。
喺呢度，我哋會請舒淇先生為我哋公佈最受觀眾歡迎獎嘅得主。圓光，導演鍾逸晴。恭喜晒作品《圓光》，我哋有請導演鍾逸晴到台前領獎，恭喜晒！好，喺度我哋先接過獎項，然後請兩位上前一小步，係啦，跟住我哋望向後方位置，我哋攝影師同埋記者朋友啦，我哋先影張相。咁當然亦都見到有鍾逸晴嘅團隊嚇，大家都幫手舉晒啲手機，而家我哋一齊影幾張相先。正前方，跟住落嚟，我想請兩位稍為移步我呢邊嘅位置，會影多一張嘅。好，跟住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咧，亦都會影翻張相㗎。好，後方我哋見到有媒體朋友嘅鏡頭啦，我哋都影幾張右手面後方位置。好，兩位稍為留步，不如請鍾逸晴亦都分享一下得獎嘅感受。我哋有支咪度嘅。多謝各位觀眾有嚟睇大家各位唔同參賽者嘅作品嚟戲院捧場啦，然後都多謝咁多唔同觀眾會中意我哋成個團隊去拍出嚟呢條作品，好多謝大家中意，然後都好多謝唔同演員或者係唔同嘅劇組嘅粉絲啊或者係嘅親友嚟一齊去睇完之後都中意條作品，就投上呢一票，多謝。再次恭喜！恭喜晒張逸晴 ，thank you， 多謝先生，唔錯 ，thank you。好啦，咁其實我哋嘅總評審團啦，除咗為我哋選出4項大獎嘅得主之外，亦都會針對住某一啲嘅作品，可能佢哋喺某個方面有比較突出嘅成就，所以頒發一項特別表揚獎㗎。喺今年嘅得獎名單當中，我哋好高興見到有其中一部作品可以得到呢一個獎項。喺呢度，我想先邀請總評審之一張蚊女士同大家分享幾句，掌聲歡迎。好，先歡迎晒。喺頒發特別表揚獎之前咧，都想請你分享一下對於今年咁多部嘅參賽作品啦，或者整個評審嘅歷程當中，有冇啲難忘特別嘅時刻可以同大家講講啦？我哋3位其實一路評論嘅時候都即係當然中間都有啲 argument 啦，即係我哋喺某啲角度咧係會揀唔同嘅戲嘅，然後 end up 都有個共識，因為我哋即係真係去討論，即係點解我會中意呢部多啲，點解中意呢部多啲。咁最後一致嘅個結果。咁但係就係呢一部 special mention， 我係覺得係好需要俾佢鼓勵佢。OK， 所以我哋特別有呢一個嘅獎項頒發嘅，多謝晒張蚊，我哋請同事可以 keep 一 keep， 係啦，呢度我哋即刻將個名單結果咧就係交到去張蚊手上，亦都請你為我哋公佈特別表揚獎嘅得主。你要嚟多一次啦，圓光鍾逸晴。再次恭喜作品《圓光》，有請導演鍾逸晴到台前領獎。喺呢度亦都為各位朗讀評審對《圓光》呢一部作品嘅評語。影片探討咗女孩面臨嘅社會壓力同埋自我認同，以及對於家庭狀況嘅變化所帶嚟嘅困擾，引發咗觀眾嘅共鳴。雖然電影有好多唯美嘅近鏡頭，不過評審認為故事所設置嘅時代氣氛呢，就係稍為欠咗一啲嘅描述㗎。而小孩同埋成人嘅愛情世界對比相當有心思，亦都增加咗故事嘅張力。兩位請望我呢邊嘅位置，多影一張相。另外評審亦都特別提到喺短片當中，女孩嘅演出清新，個性鮮明。好，前面影完之後，後方位置下，我哋望向後排右手面嘅位置。Thank you。好，請兩位留步喺度嘅。咪會再次交到去你嘅手上，咁亦都可以講下得獎感受啦。尤其是啱啱都有聽到評審嘅一啲嘅評語，都可以分享一下。好多謝評審會頒發呢個獎俾我啦，然後好多謝佢會中意，好謝大家會中意片裏邊好多唔同嘅故事元素。
然後都多謝評審去講到關於時代嘅元素，呢、個可能有少少唔同作品裏面嘅欠缺，然後都會希望下一個作品會更加進步。繼續帶嚟更好作品，再次恭喜。好，咪可以交俾同事先 ，thank you。好，亦都多謝 John，thank you，請坐。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就會頒發4個獎項當中嘅第一個最佳攝影。喺呢度，我哋先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有總評審之一李子俊導演，有請。好，歡迎 Jonathan， 係啦，冇錯。我哋其實同一個問題嚟嘅，就係、譬如今次有8部作品啦，或者你哋整個評審嘅過程當中啦，有冇特別嘅時刻或者特別印象深刻嘅作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其實全部都幾有印象。我覺得喺咁多部電影，我覺得係可以突顯到先浪潮裏邊嘅大家嘅創作嘅精神啦，咁係非常之好。Thank you， Jonathan。跟住落嚟，我哋就將結果交到 Jonathan 嘅手上。請你為我哋公佈本地競賽當中得到最佳攝影嘅作品。最佳攝影係極樂。恭喜晒作品《極樂》。喺呢個時候，我哋會先一齊同大家睇下得獎作品嘅片段㗎。有次我 smoke 完之後咧，去咗個全個世界咁大嘅圖書館，見到一個發光嘅人，或者人形嘅光，同佢傾咗好多嘢，講咗好耐，好似成幾千年咁。所有嘢我都諗通晒，所有嘅感受都變得好深。如果咁樣死都幾好。掌聲恭賀作品《極樂》。喺呢度，我哋都有請李浩導演嚟到台前面呢度一齊接受獎項嘅。恭喜晒！另外一張係啦。好，恭喜晒！我哋請兩位先望後方嘅位置媒體朋友嘅鏡頭同埋攝影師影相啦。喺度亦都為大家講翻評審對於作品《極樂》嘅評語。呢一出短片嘅主軸落喺死後嘅世界，攝影師利用光暗同埋鏡頭運動，有效營造出屬於呢一個短片嘅世界。同時，攝影師多採用靜態處理嚟到捕捉演員細微嘅變化，喺美學同戲劇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亦都讓觀眾更易投入。請大家俾掌聲，恭喜我哋有作品《極樂》得獎者李浩。好，李浩，我哋有支咪嘅，請你分享一下感受。OK，thank you，Jonathan，thank you。好多謝先浪潮，亦都好多謝各位評審中意極樂嘅攝影。我相信呢個作品入邊，除咗攝影指導或者係執行攝影或者燈光部門，甚至係其他演員嘅部分，都係構成我哋呢個畫面嘅好重要元素之一啦。咁特別係我哋都係夜晚拍攝多啦，咁喺冬天嘅時候都係好凍啦。咁大家都係好捱住去完成呢件事啦。咁同埋去到最尾上船拍煙花嘅時候，都係比較好大風、好浪嘅。咁都好感激佢哋團隊每一個人佢哋不辭勞苦，亦都冇放棄過我。即係好多有時我會捉佢哋一啲，喂唔得我再剔過咁嗰啲嘢，咁都冇放棄過我咯。咁呢個好多謝佢哋，都好再次多謝先浪潮。恭喜晒李浩 ，thank you，嗱你邊請。亦都唔該晒 Jonathan， 剛才幫我哋頒獎㗎。好，跟住落嚟，我哋預備頒發嘅係另一個獎項最佳編劇，亦都先請我哋嘅頒獎嘉賓，亦係今屆總評審之一徐黛玲女士，有請。你都會同 Dora 傾幾句先嘅，咁啊問題係一樣㗎，係啦，參賽作品特別深刻啦，或者評審過程嘅印象啦，都可以請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啊，好有趣能夠參與做評審呢個工作啦，
見到大家即係雖然年紀輕輕，但係做出咗好出色嘅作品啦。我哋都有個觀察嘅，即係覺得大家咧喺攝影啊好多技巧上面咧，即係你哋呢一代係非常之厲害，基本上都好難挑剔。尤其是我記得我哋做攝影嘅時候係覺得好難揀啊，因為真係每一步都好出色啦。咁我哋比較可能覺得有少少真係好挑剔嘅話咧，可能真係劇本咧，大家可能未來真係可以擺更多心思落去啦。咁我哋喺評審編劇呢一個獎嘅時候咧，都其實幾有共識嘅。有啲劇本確實係可能個人物啊，或者等等氣氛嘅推進嗰方面係會做得比較好少少。咁但係我哋好理解編劇係真係好難，所以其實大家即係嘅努力我哋都見到啦。咁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啦，亦都我都相信一個好嘅劇本確實係所有嘅作品最基本嘅一樣嘢。咁大家未來繼續努力，多謝。Thank you， 多謝 Dora 嘅分享同鼓勵。結果已經交到手上，請你為我哋公佈第18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當中最佳編劇得主。最佳編劇鬼妹林慧妍，恭喜晒！我哋先同大家睇睇得獎嘅片段。掌聲恭賀！喺呢度，我哋請 Dora 為我哋頒發獎項，亦都恭喜晒作品《鬼妹》。我哋有請林慧妍接受獎項，再次掌聲恭喜！以下係評審對作品《鬼妹》嘅評語，主題明確，敘事流暢，劇本平穩而紮實。故事聚焦角色們嘅自我身份認同，特別係故事當中太太一個角色面對朋友之間嘅互相比較、社會地位帶嚟嘅自卑同無力感，係讓人共情之處，亦都為觀眾帶嚟反思嘅空間。評審特別提到呢個係編劇必須要做到而最難完成嘅部分，所以好值得嘉許。再次恭喜！要請你分享一下得獎感受。感謝鮮浪潮啦，同埋各位評審，亦都非常之感謝有份幫助鬼妹拍攝嘅團隊，跟住同埋亦都好感謝演員同埋所有去接受我嘅訪問啦，願意向我分享佢哋自身經驗，俾我放落劇本嘅人。再一次恭喜晒林慧妍，亦都唔該晒 Dora，thank you， 請坐，恭喜晒呢邊請。跟住落嚟頒發嘅獎項係最佳導演，喺度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有請 ViuTV 總經理鐘廣德先生。我哋馬上將結果交到鐘廣德先生手上，請你為我哋公佈我哋今年嘅呢一位最佳導演嘅名字啦。最佳導演黑羊嘅真羊。恭喜晒！喺呢度先同大家一齊睇得獎作品嘅片段。我哋陣間去邊啊？你到有一次好。
唔使啦，你翻嚟啦。對唔住，啱啱保護唔到你。阿媽，我唔係你啊！你喺度陪住我跟住玩。恭喜晒！喺呢個時候，我哋有請黑羊嘅導演曾陽到台前接受獎項，亦都麻煩鐘生為我哋頒獎。以下係評審對作品《黑羊》嘅評語。短片透過兩位女角表達青春時期嘅反叛同迷惘，短短半個鐘頭當中呈現咗複雜嘅心理變化、情感推進拿捏準確。導演喺人物性格同場景氣氛調度方面都有非常出色嘅表現。尤其對性別認同疑惑嘅描寫細緻，不流於刻板定型，而喺結局嘅一道晨光，更係簡潔而有餘韻。請大家俾掌聲恭喜晒黑羊嘅導演曾陽，亦都請你分享一下得獎感受。多謝鐘生，請坐。首先好多謝鮮浪潮同埋評審對黑羊嘅肯定。我冇諗過會攞獎嘅，其實好多謝鮮浪潮喺香港呢一個風雨飄搖嘅地方而言，俾我哋有創作自由嘅機會，同埋不問回報咁樣去支持我哋，所以好多謝。最想多謝係黑羊團隊上上下下嘅成員。成件事其實係冇錢收，亦都我 promise 唔到任何回報俾佢哋，所以憑住嘅其實係佢哋對於電影嘅愛同埋熱誠，所以超級多謝佢哋。然後同埋多謝我屋企人啦，同埋我另一半對我無條件嘅支持同埋愛。多謝，希望我哋所有嘅新導演都可以繼續咬住唔放。多謝你，亦恭喜你。Thank you， 多謝晒，唔錯。跟住落嚟，去到今日頒獎儀式當中最緊張嘅時刻，將會頒發嘅係第18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當中嘅最高榮譽鮮浪潮大獎。喺呢度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掌聲歡迎金像獎電影編劇，同時亦都身兼電影導演同監製游乃海先生。現在我哋就會請游乃海先生為我哋公佈同埋頒發第18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當中嘅本地競賽鮮浪潮大獎得主係鬼妹。再次恭喜鬼妹！我哋有請導演林慧賢到台前領獎，恭喜晒！恭喜晒！呢邊請。喺呢度亦都講講咧，評審團對於呢一部作品嘅另一段評語。劇本紮實，能夠呈現到外籍傭工嘅難處，對於女主角不中不非不西嘅尷尬同迷失，亦都刻畫得具有深度同張力。故事觸及疫情、身份認同、義工等等嘅當代議題，亦都讓作品有時代感。編導攝喺作品當中都發揮水準，而結局就由衝突回歸深遠嘅寓意，亦都提升咗整體作品嘅高度。喺呢度請大家再俾掌聲，恭喜晒作品《鬼妹》。我哋多謝晒游乃海先生喺度再分享下咁就好嘛，係我哋嘅鮮浪潮大獎最高榮譽嘅得主，我哋請林慧賢。好感謝鮮浪潮同埋各位評審啦，咁亦都因為有鮮浪潮，所以先至俾到唔同嘅人有機會去創作唔同嘅故事。咁亦都非常之感謝拍攝幫手拍攝鬼妹嘅團隊啦。咁因為我自己
都唔算好多經驗，咁所以佢哋其實真係幫咗我好多手，咁真係非常之感謝佢哋。再次恭喜作品鬼妹，恭喜晒導演，亦都恭喜你嘅整個製作團隊，恭喜晒！請坐。剛才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冇特別播一個影片，因為跟住落嚟，我哋會同大家喺放映當中一齊欣賞整個鬼妹嘅作品嘅。不過喺呢個時候呢，我哋想影張大合照先。我想請大會攝影師喺前面準備一下啦。有需要影呢張大合照嘅媒體朋友都可以過嚟前面嘅位置準備一下。我哋會個 house 大家一齊先影一張相㗎。好，咁各位咧繼續坐翻喺你嘅座位就可以㗎啦。好，燈方面同時可以幫手移動一下 ，thank you。有需要影嘅話，大家可以喺正前方呢度啊。好，大家喺我身邊呢一度係我哋今日大會攝影師嚟㗎。請各位先望呢邊嘅位置，我哋影張相。頭先攞咗獎嘅朋友，大家可以 show 一 show 個獎啊！大家可以將佢放喺咧膊頭前嘅位置，咁我哋影相就會影得到好靚啦。係，冇錯，好，係啦。我有啲珍而重之袋起咗啦，已經。我俾啲時間你攞翻出嚟，係啦，拎高少少啊，拎高啲啲，係啦。但係我見翻你個樣喎，係啦 ，thank you。好，大家請望呢度。我想大家擺膊頭前就可以啦，因為咁可能遮咗後排，唔好意思啊。好，我哋呢度嚟多一張。好，我而家呢邊嘅。好，跟住我哋呢邊嘅小朋友繼續望我呢邊先啦，好嘛？OK 啦，好，跟住隔離呢度，好，繼續過中間。如果係咁，我哋中間位置影幾張啦。我中間呢度。好，見到舉緊手嘅部分，大家請望前方。係都 OK。Thank you， 請大家再俾次掌聲，恭喜晒我哋咁多位嘅得獎者，亦都恭喜我哋所有參賽嘅朋友，大家都為我哋帶嚟咗相當之好嘅作品。其實我哋今年好多作品咧都係非常出色㗎，咁所以嚟緊亦都有一個機會讓更多觀眾可以欣賞到。鮮浪潮今年亦都同 ViuTV 合作搞咗鮮浪潮語，之後大家就可以喺 ViuTV 99台重溫8部嘅短片。咁往後我哋都希望大家嘅作品可以去到更遠，有更多嘅觀眾能夠欣賞到大家嘅心血。咁至於跟住落嚟嘅時間，我哋將會為大家放映嘅係剛剛新鮮出爐嘅鮮浪潮大獎得獎作品《鬼妹》。咁喺正式播放之前呢，我哋留意到可能記者朋友會先到場外啦，我哋稍等大家一下，可以去到場外先，然後我哋喺戲院呢一度再正式播放作品嘅，麻煩大家。